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中秋月饼两人酥，真侪人爱食，所以中秋前鸭卵拢会起价。讲到台湾的鸭卵是真抢市，一年统计卖到17亿，会当讲是世界第一。但是，互人想袂到的是，台湾咧生鸭卵的鸭，竟然是饲伫个垃圾鬼鬼的环境内底。若饲伫即款环境的卵鸭，生出来的鸭卵恐惊嘛无介理想。 中秋节真侪人来买月饼，也阁有真好食的卵梨酥，甚至拢爱排队。这内面的咸鸭卵被看作是台湾国宝，因为鸭卵的产值一当是17亿，世界第一。不过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表示讲，甲这鸭拢关入伫铁笼啊内面，是会真阁真垃圾。 它们的羽毛都是结块，然后非常脏的，然后底下都可以看到很多红肿伤口。这样子环境下的蛋鸭一定是很不健康的。 研究会发现讲，鸭关伫笼仔内，伊的骹底啊过度逼顺，摸着铁笼啊流血。关键是鸭是生活伫水内，爱用水清洁腋毛，促进新陈代谢。若无照嘴甲目睭片，会增加感染风险。因此，用笼仔饲的死亡率是2倍到5倍。笼式他们就是所谓的旱鸭管理，世界上并不是符合它的是动物福利。欧盟有这个规定，现在也都不使用了。农委会已经透过产业甲地方政府辅导业者，不过也有部分是用笼仔咧饲。农委会嘛依照动保法的劝导，若是劝导了后佫无改善的，就开罚3万到15万。